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是社会新闻。来看这个高雄桥仔头法院的法官赵玉温，以涉嫌协助到伊大学的同学帮诈骗集团来创钱，防停职。即摆阁互就规个公司来指控，讲牵涉到商业的诈骗，要来抢公司的经营权，去互改革、诈欺假、伪造文书。真正牵涉到甲诈骗集团高级的律师郑宏伟涉嫌创赃款。桥仔头地方法院法官赵玉温去互停职，各互起诉。双方过去是正大的同窗，如今一个互指控牵涉到商业诈骗。他的法务很面熟，然后去查了以后才发现，就是前法官石玉恩才刚涉案。律师大动作到北检市庭，为上柜公司新华泰富提出告诉。全部拢是因为9月时，前数码细胞董事郭炳昌找赵玉温，甲曾经涉嫌甲诈骗集团洗钱会计师李浩成，甲自称有代理上证照的会计师詹心杰，因以专业团队的形象，承诺会互公司的股票起到100块，毋过需要变更负责钱，认为董事交出公司的经营权了后。所以一直没收到2亿时的转让款。云豹能源集团获利20亿元以上，然后党政关系很好，他是赖总统的这个竞选成员，有能力可以直通赖总统。本票拢签落啊，想要到竟然是一场空，无摕到2亿时的股票转让款，敢若有100万变更登记费用。其他的款项。就借口各种原因要重新签约啦等等，就到现在已经1个半月。如今董事的位甲手头的股票拢无啊！被害人指控郭炳昌涉嫌偷窃公司的大事业因仔，直接办理公司的印鉴变更登记，佮以董事的态度要求交付价值1亿5以上新华泰汇股票，佮想要做董事长。目前已经向这4个人提告诈欺甲伪造文书罪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